就这，预备走。1、2。好比鸳鸯你偷着没？你偷的李阳不对，因为我是撩过后你再进这个。嗦嗦咪瑞，我这个手打的节奏是挨的啊。嗦嗦咪瑞，咪嗦拉空洞，你开始。来，好比鸳鸯。偷着。我跟我爸都比较较真儿，我们就会说哪个拍子没有跟上，然后就来来回回反复了很多遍。但是我是觉得我妈就是她的包容性比较好，她就会跟着一直找那个口，我们就不停的和。哎，对你院子接近了。好，你再拉，我来听着，我听着。好比鸳鸯洗一双腿在人间。谢谢太太，完美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歇一下子再唱。姐姐回宫转，转身我再把东云仔细看。跟排练的时候不一样，一下子。今日我定要去人间。谢谢。